邱公公，这劫狱一事进展如何？是否派人加紧排查？回皇上的话，前些日子已经让御林侍卫调查过了，可是至今没有消息呀。却是国破家亡。其实前朝皇室的后人并没有完全灭亡，他的最后一位皇子是在皇后和宫人的掩护下逃了出来，他们隐没山林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才一点一点打造了这明炼宫。而皇子也在母后和宫人的教育下逐渐成长，他背负着复国的使命。那名皇子就是我的父亲。直到他死后，这些使命才统统寄托在我的身上。独孤远，难道你就是前朝皇室的皇孙？你如今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光复你们独孤氏。是啊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这就是我还活着的理由。独孤远，你太可怕了！你一直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拿你当朋友，当知己，就是为了最后的时刻利用我们。我承认，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是，在我计划所有事情当中，出现了一个艺术，那个艺术就是你。
你的出现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。你知道吗？当初我为了你，放弃了背负的一切，我放弃了一切。够了，青柔，你杜公远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从上次测试题中我就应该看出来，你回答的那么准，没想到你的心竟然是这么的阴暗。青柔，我好了，不要再说。青柔，我不说了。过些时日，等你平复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天龙，只有你最了解我了。你说，青柔她会原谅我吗？一把，无论如何，我会等到她接受我的那一天。尊上，尊上，青柔姑娘突然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快！她这几天一直这样吗？是的，尊上，青柔姑娘已经接连几天都不进食了，而且每日以泪洗面。就在我刚才给青柔姑娘送粥的时候，就发现青柔姑娘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混账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属下该死，姑娘从来不与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她的身体状况。算了，快去准备些热水，顺便把我采来的天山雪莲取来做药引。是，尊上。青柔，青柔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青柔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青柔。
尊上，你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娘娘，双儿一直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姐姐但说无妨，你我之间就不要见外了。此事是关乎皇上和皇后娘娘的，我也是思虑多日，也未敢言语。如今见到皇后娘娘为了皇上都憔悴至此，就想着，哪怕是我被降罪，我也一定要告诉皇后娘娘。姐姐，以你我2人在宫中的关系，我又怎么会降罪于你呢？既然关系到我和皇上，就还请姐姐速速到来吧。娘娘，原来皇上一直在暗中查找尹晴柔的下落，为了此事，不惜动用了御林军，说是一定要找到尹晴柔，而且说一定要秘密进行，瞒着皇后娘娘。什么？真的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。本来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，想着皇上怎么可能还对尹晴柔不死心。如今见到娘娘您这样，却也觉得这件事又真了几分，所以才不得不跟您说的。娘娘，您可要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皇上对那尹晴柔余情未了，我又能怎样呢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尹晴柔也是趁娘娘您不在的时候趁虚而入啊。娘，这个也不难，我这儿有一些西域传来的迷情之药，娘娘若愿意，双儿大可为娘娘献上。你说的那些药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妹妹，我们2个关起门来说悄悄话，又有谁知道？如果这件事真能为妹妹抓住皇上的心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你不尝试的话，等皇上找到了尹晴柔，那一切就晚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也不知道这晴柔姑娘有什么好的，能让尊上如此舍命相待。居然为了晴柔姑娘亲自试药。什么？尊上竟然为了晴……皇上，皇后娘娘来送夜宵了。振伯，让她回去吧。哎呦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刚刚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公公的通传，
臣妾又担心着宵夜凉了，所以就自己进来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把他放下吧。朕现在不饿，饿了自然会吃。还请皇上先用餐后再处理朝政吧。也罢，拿上来吧。
后又被举国称为大英雄，娘娘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依我看，这尹晴柔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，让所有人都患病，然后又假装好人去医治，以此来获得皇上的欢心呢。如此说来，我绝不能让这个妖女再回来。娘娘说的极是，一定不能让她回来，否则不光是后宫，就连整个朝廷都会被她搞得天翻地覆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阻止皇上。皇上，今日这天气晴朗，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。参见皇上。跑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，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还请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不慎扭伤了脚，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，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她扭伤了脚，有大碍吗？皇上，要不要去看望一下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说吧。皇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？我可是历历在目。我自小认识你以来，心里便已有所属。自己不管如何努力，也永远得不到皇上的心。其他名利富贵，我真的毫不在乎。我只想成为皇上的人。难道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？依云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可我已心有所属了。也许这